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3月8號星期六，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2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6562萬。由於連續4期嘅頭獎都係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鋪獎金2853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98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林乾禮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懷愛會副服務總監戴維斯先生，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懷愛會設有5間兒童之家，總共係有40個男女童宿位，致力為4至18歲因為未能獲得家人適當照顧嘅兒童提供家庭模式24小時住宿照顧服務，直至佢哋可以與家人團聚或者接受其他長期生活嘅安排，為培育兒童嘅成長同埋發展，其健康、學業、社交、情緒同埋行為等等都會獲得適切嘅照顧，同時都會安排各類型有益身心嘅活動，發展兒童潛能，培養責任感、自尊同埋自理能力，讓兒童感覺家嘅溫暖㗎。咁詳情可以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8650881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2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9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9。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32。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9。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5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5。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6。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9。
首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好啦，今期落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9號、25號、26號、29號、32號、39號，而特別號碼係4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落彩結果，即係頭二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林乾禮太平紳士，以及咧就係戴維斯先生嘅，再次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到時見，拜拜。